今年嘅籌款活動麥江板立愛心行2026就會喺4月2號至到8號清明復活節假期嘅期間進行。今次活動嘅主題呢，就係去探訪麥江通關鎮由滲源資助嘅良兵假期愛心託管班，同啲小朋友互動。我哋曾經去過呢度出席過開班儀式㗎。記唔記得舊年4月我哋去過西盟縣萬梳鎮嘅託管班啊？大家同啲小朋友玩得好投入喎。我哋一齊踩氣球啦、搶尾巴啦，仲一齊接星星。今年我哋都準備咗啲活動同啲小朋友一齊玩。除咗同小朋友玩之外，當然唔少得順道遊覽一下附近嘅美景啦，品嚐一下美食，咁先不枉此行㗎嘛。咁以下呢，就係呢個行程嘅簡介啦。第一日，我哋喺西九龍坐高鐵去昆明南。高鐵呢就改咗時間表，朝頭早11點14分喺西九開出。第二日朝頭早，我哋喺昆明南就坐動車去麥江。咁下晝我哋首先呢就會去北回歸線嗰個標誌園度參觀，睇一下溫帶同亞熱帶植物嘅分別，同時了解一下點解咁多雙胞胎。唔單止呢係人，仲有好多植物都係雙生嘅。第3日呢，朝頭早，我哋就去通關鎮參加兒童託管班嘅活動，下晝就去野象谷行棧道，大約呢就2公里，唔係好難行嘅啫。運氣好嘅呢，仲有機會見到野象。第4日呢，上晝就去中科院嘅植物園，呢度呢就係原始熱帶雨林，有超過14000種植物，大家到時候可以去感受一下。下晝就去橄欖壩傣族體驗園，感受一下傣族民族同埋佢嘅文化生活方式。呢度呢，日日都係潑水節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體驗一下，一齊去潑下水。第5日上晝呢，就去基洛山寨，除咗探秘基洛族文化同啲族人互動之外，我哋仲會去茶山。我哋去嘅時候呢，啱好就係春茶採集嘅季節啦，所以會俾大家試下採茶嘅滋味，仲可以學製茶啦，品嚐自己做嘅茶啦，仲可以將自己做嘅茶帶埋返屋企。下晝呢，就去曼聽公園，呢度呢，就係1200年前傣王嘅御花園。我哋可以感受一下歷史文化底蘊同埋熱帶園林之美。第6日上晝係遊覽當地特色文化打卡點、觀禮巷同埋民生市場，例如農貿市場、工藝品或者係布料市場，感受一下城市人民。當然可以趁機購物，將心頭好帶返屋企。下晝呢，就喺西雙版納乘動車返昆明南啦。第7日亦都係最後一日，就喺昆明南坐動車返香港西九龍。假如你有興趣嘅話，盡快報名。我哋報名截止日期係3月2號，你可以上我哋嘅網站報名。多謝晒大家。